西藏度亡經，中有文教得道密法。敬禮。稽首法身，不可思議，無量光佛。稽首報身，蓮花安樂，忿怒報尊。稽首應身，護佑有情，淨聖蓮生。稽首本宗，三身上師。次週正入，忿怒報尊概說。今當開示，忿怒諸尊正入方法。安樂報尊顯現中有，共有7次危險境界。每次誦法，亡者應於任何一次如實辨悟，並己得道。無量數眾如實認識，自獲解脫。如是解脫，為數雖眾，塵世有情無窮無盡。惡業熾盛，該障亦重，執着伏心。因此之故，無明妄念如輪常轉，雖不疲竭，亦不加速。雖盡令聞，詳細誦法，仍有極大無量數眾漂泊下墜，不可得道。安樂報尊持名諸尊，一道接引，不能正入。58尊住火輪中，忿怒損血，當即現前。諸尊即係安樂報尊，依照方位變異相狀。安樂諸尊出自亡者，終有資身不復相似。今之顯現，忿怒諸尊終有境界。亡者頓生戰慄怖畏，認證較難。其識墜入昏迷狀態，迷而復醒，醒而又迷，如是循環，不能自主。亡者久能稍有所悟，即亦得道。所以賢者顯現諸光，矜貴可畏。一光方收，一光隨放，務使亡息，一心警覺，無任遲亂。在此情景，如有亡者未經傳法，生前中聞，猶如大海，甚深佛理，亦徒無益。縱有比丘持戒清淨，又如法師善宣原理，終有情景迷惑莫辨，亦必輪轉生死海中。普通世俗不須凡述，戰慄怖畏，倉皇逃遁，必至懸崖，歡樂惡趣，受苦無量。但在密乘修持行人，極少數中極少數，一經面對，損血諸尊，自能辨識，即其自身護佑之尊。如在人間重逢舊友，信此不疑，正合一體，獲至佛果。因在生前修習觀想經文所示，損血諸尊，供養讚歎，至少或曾觀瞻圖繪，塑造諸像。此時目擊諸尊現前，自即能識，直已得道。密教聖法，即在於是。復次亡者，如屬比丘持律精嚴，或為法師善妙理，當其在世，無論如何虔誠修習，善巧說法，辯才無礙。徒以生前未聞密法，緣藉火化，並無異徵。火端不見，霓虹光圈，唯體不現，殊勝舍利。蓋因生前對於密法深不信仰，輕蔑毀謗，復因未經密法灌頂，不識聖像，終有陡現，自難辨識。就言目睹，生平未見，可報相狀，是若仇仇，心生抵抗，因此淪入悲慘苦境。以此而論，持戒比丘，宣法之師，不修密法，火化之際，不見霓光，不無異徵，不生舍利，良有異也。密乘行者，極少數中最極少數，舉止粗鄙，不勤修持，不善應付，
生活起居，動為誓願，不修邊幅。依其所教，不能奏效。慎勿輕蔑，而累其人。應敬禮比，所據密法。中有境界，惟藉密法，可得道故。敬信密法，生前行為，終有不檢。火化之時，至少呈現一種瑞相，或賜危光，或為舍利。密法因波，不思議故。密乘行者，心靈發悅，或為普通，或較高深。如文觀象，依而修習，並念心咒，不至降落，實相中有。命盡立為持名報尊，男女勇將，導引前往，靜樂聖土。此將有種種義徵，譬如天空，萬里無雲，亡靈融入，霓虹光圈，日光發射，奇異霞彩，異香盈空，天樂遍作，瑞光四射，唯體之上，舍利呈現。是以對於比丘法師、犯戒喇嘛、普通世俗，中有教法，實屬必須。如有修習，大圓滿道，大手印法，命盡之時，必悉明光，正取法身。如是等人，中有教法，無須誦念。死亡之時，認識明光，實相中有安樂憤怒，諸尊顯現，亦必辨識，正得報身。亡靈如在投生中有認證明光，正得應身，轉生天道，修羅人道。如生人道，將因前生為業持續，得直密乘瑜伽正法。中有教法，敬至佛果，不須禪定，一經聞法，即可解脫。有情眾有極大惡業，藉此教法，涉行進入密乘大道。此法對於已聞密法或未聞法，立顯差別。此法玄妙，立至圓覺。是故有情密法加被，不墮惡趣。中有教法，中有密咒，同時念誦，有如黃金大曼陀羅，寶物莊嚴，尤顯聖妙。想來開示，必不可少玄妙教法。知當誦念，忿怒報尊，顯現情景。第8日誦法，如是載夫亡者之名，尊貴佛瑞，一心諦聽，中有顯現安樂報尊，未能辯證，踟蹰徘徊，以至於此。知已8日，忿怒報主，損血之尊前來攝引，應即辨認，心無散亂。尊貴佛瑞，大光榮佛，裸體化身，深褐為色，三手六臂，四足穩立，右臉白色，左臉紅色，中臉深褐，周身發光，猶如火焰，九目圓睜，怒視可怖，眉毛閃動，如電發光，巨牙外露，上下吮合，口發巨吼，牙拉拉聲，哈哈之聲，音調尖銳，發紅黃色，豎立放光，觀色骷髏，象徵日月，腰繫黑蛇，原有人手，以為身飾，右手三手，上手持輪，中手持刀，下手持斧，左手三手，上手執鈴，中持弩蓋，下持犁頭，身為佛母，大忿怒母，雙臂抱持，佛母右手緊持佛頸，左手奉佛，紅色蚌殼，滿處鮮血，舌腭相接，搓磨作聲，繼而隆隆，有如雷鳴，兩尊放射，智火光焰，出自無孔，大焰各具，金剛之柱，紅紅有光，兩尊抱持，各以兩腿，一屈一伸，
立於壇上，鵬鳥俯伏，支持其下。一切皆以腦中出生，活躍生動，向以照射。勿驚勿懼，須知是以知識具體，猶為以身護佑之尊。勿怖勿畏，兩尊實乃大日如來，雙身化成。一經辨識，即至得道。辨認之後，以身將與護佑之尊契合一體，正入佛道，聖妙報身。第九日誦法，切生恐怖，意圖隱避，則第九日金剛部主選血之尊前來攝引，當呼其名，誦法如次：尊貴佛瑞，一心諦聽。金剛部主選血之尊金剛薩多裸體化身，身暗藍色，三面六臂，四足穩立。右手上手持金剛杵，中持腦蓋，下手持斧；左手三手，上手持鈴，中持腦蓋，下持犁頭。身為金剛大憤怒母，兩臂抱持。佛母右手緊持佛頸，左手奉佛，紅色蚌殼滿處鮮血。一切皆自以腦東隅變現出生，放光照耳。勿驚勿貴，伏勿戰慄，當知係以知識具體，亦即以身護佑之尊，故勿怖畏。兩尊實乃金剛薩多，雙身化成。信知識之，即得解脫。既自辨識，立與合體，獲至佛果。第十日誦法，然因惡業覆蓋過甚，不能正入，反生畏懼，意欲逃遁，則第十日寶生部主選血之尊前來攝引，當再呼名，念誦如次：尊貴佛瑞，一心諦聽。今為十日寶生部主選血之尊寶生如來裸體化身，身為黃色，三面六臂，四足穩立。右臉白色，左臉紅色，中臉暗黃。臉後呈現火焰光輪。右手上手持有寶物，中持鋼叉，下持短棍。左手三手，上手持鈴，中持腦蓋，下持鋼叉。身為寶生大憤怒母，雙臂抱持。佛母右手緊抱佛頸，左手奉佛，紅色蚌殼滿處鮮血。一切皆自以腦南隅出生放光。勿驚勿貴，伏勿戰慄，須知即以知識具體，猶為以身護佑之尊，故勿怖畏。兩尊實乃寶生如來，雙身化成。信而正入，度脫智能。既自辨識，立與合體，正得佛果。第十一日誦法，上來念誦，切因宿惡，不能正入，護佑之尊，戰慄欲遁。第十一日蓮花部主選血之尊前來接引，當再呼名，誦法如次：尊貴佛瑞。第十一日蓮花部主選血之尊彌陀如來裸體化身，心紅為色，三面六臂，四足穩立。左面白色，右面藍色，中為深紅。右臂三手，上持蓮花，中持鋼叉，下持石像。左上持鈴，中持腦蓋，滿處鮮血，下持小鼓。身為蓮花大憤怒母，雙臂抱持。佛母右手緊抱佛頸，左手奉佛，紅色蚌殼亦處鮮血。兩尊合體，皆自以腦西隅出生，放光接引。
勿驚勿貴，服勿戰慄，極應信樂。當知為爾，自識變生。又為爾身，護佑之尊，故勿怖畏。兩尊實乃彌陀如來，雙身化成。信之正之，解脫隨之。機智辨識，即與合體，獲得佛果。第12日頌法。終己聞法，仍因宿業，戰慄不前，不得不息，甚欲逃遁。第12日，當有業報，損血之尊。寒林女神，獸首女神，忽來孟母，與汪鳩母，隨從擁護，前來接引。仍恐不息，反增貴懼，當在呼名，誦念如次。尊貴佛瑞。第12日，業報之主，損血之尊，不空成就，裸體化身。身心六色，三面六臂，四足穩立。右面白色，左面紅色，中面深綠，具足威儀。六手之中，右手持刀，中持鋼叉，下持石像。左上持鈴，中持弩蓋，下持犁頭。身為業報，大憤怒母，兩臂抱持。佛母右手緊抱佛頸，左手奉佛，紅色蚌殼。兩尊合體，無非出自以怒北御，放光加被。勿驚勿貴，服勿戰慄。當知即爾，自識變幻。又為爾身，護佑之尊，故勿畏懼。兩尊實乃不空成就，雙身化成。是以應虔誠信樂，一經辨識，隨即得道。既已辨識，護佑之尊，即與合體，證得佛道。上師開示，智為玄妙，依教正知，所見諸尊，自識變現。依據平日觀想而成。例如有人見紅獅皮，一見即識，不生怖畏。設有不知，勿蒙獅皮，畏懼頓生。經人告知，實非紅獅，恐懼自消。今之所見，損血暴眾，體相絕巨，四肢龐石，大如天空。戰慄之心，不期自生，理無二致。若經宣示，便知即係護佑之尊，亦即自識變現所成。此時忽有明光顯現，明母明光。亡者以往一度經歷，明光之上，復復明光，明子明光，子母明光，同時顯現。如遇熟悉，交融不離。由此出現，自度之光。自覺自證，即得解脫。